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先做一个祈祷。阮的天父，阮的上帝，阮亲爱的主，阮有这个福分，伫这个主日来敬拜，来学乐你，拢是你的圣囝耶稣为阮所成就救赎的功劳。愿深深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也恳求真理的灵运行伫阮的当中。当阮咧宣讲真理的话的时，有真理的灵来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互真理的话落实带伫阮每一位你所拣选的囝儿的心中。愿你亲自做工，互讲的、互听的，拢得到为你遐来真理的高话。愿感谢你，也伫阮的圣会当中，愿你的名得到高举，得到荣光。安尼是奉靠主你得胜的名。阿免。今仔日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真的自由为倒位来？各位，咱敢有想？咱常常拢感觉咱是真自由，咱无受到什么的捆绑。事实敢是安尼嘛？咱今仔日要用约翰福音第8章。特别拄约会长老已经为咱来读的即个的经文8章31节到36节有一位牧师爱伫街仔顶咧行，爱看到一群。查甫囡仔围着一只狗伫遐七不七足。牧师真好奇，就去问这个囡仔讲：恁是咧创啥物货？因讲：阮咧比赛，讲白菜，若讲白菜冠军的人就会当甲即只狗抱倒转去。牧师就认为讲：机会来啊！伊就开始甲这个囡仔讲白菜是犯罪的我像恁这个年纪我拢袂讲白菜。这个囡仔怎一时怎拢静落来？然后这个囡仔低声讲：安尼啦，好吧，你把这只狗带回去。这是真趣味的一个笑话，但是嘛是咧讲一项的事实。咱常常伫咱的话语当中，有当时是毋是原来会讲迄个无实在的迄个话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就是真的自由对倒位来？伫咱的和合本的经文是讲，所以天父的囝若互恁有自由，恁就有真的自由。迄是8章36节。伫8章32节，讲恁要认捌真理，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拄约会长老是用即马现代即马的台语版伫遐已经有甲咱读过我哪有用迄个现代的中文译本迄较白话字，咱可能会当佫较清楚。每一个人拢想要爱得到自由，咱活伫高举自由的时代，人人拢要争取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性别的自由、选择的自由。
甚至是 LGBTQ， 吼，即马最新真夯的迄个话，真济讲袂完的自由。查某囡仔，伊讲我要爱做查某的，我要爱做查某囡仔，啊，爸母你袂当甲我管。啊，少年的讲，我要爱做啥就做啥，大人莫甲我管。啊，这大人讲，哦，我要爱经济自由，吼，我要爱身体自由，我要爱婚姻的自由。国家社会拢高举民主自由、人权自由，若无文明，啊，就是落后的迄个国家，吼。若无遮高举遮民主自由，吼，人权自由，就是无文明，吼，安尼就是落后的迄个国家，甚至无自由，甘愿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伫1775年的3月23，美国的政治家Patrick Henry， 伊伫3月23伫 Richmond， 吼，就是 Virginia 的首都 Richmond。即个St. John 的教堂，伊伫遐有一篇的演讲，伊的主题就是无自由，甘愿死。真成功的一个演说，后来即个无自由，宁愿死，真做革命运动的迄个口号。伫1789年，就是14年后，法国伫遐有一个法国的大革命。伫迄个大革命的时，因有一个贵族的夫人，被判死刑，啊，伫要上迄个断头台的时，伊真感慨，伊有讲，伊讲自由，偌济的罪恶，借着你的名伫遐咧做，这是一个真惨痛，一个真凄惨的一个，会使讲一个讲法，安尼。到底自由，自由所带来，伫安尼200几年来，一直咧发即个自由，自由的口号所带来，敢是人真正有得到自由？真遗憾的是，伫即种高举自由的气氛的下面，却有真侪人活伫忧虑、活伫痛苦、活伫安尼真不足、自我怀疑、佮食毒、佮活伫迄个生活破碎的当中。安尼，咱要来问：自由检视，我想要做啥物，就会当去做啥物呢？或者是有佮较深的迄个意义，这是咱要思考的，也是今仔日借着约翰福音第8章，特别咱拄仔已经读的8章31节到36节，咱来思考耶稣和迄阵的犹太人因之间因的对话。耶稣对信伊的犹太人讲：“恁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实在是我的学生。恁要认捌真理，真理要互人得到自由。”主耶稣向
信伊的犹太人来指出，遵守上帝的道，毋是单单伫头壳内面知影道理、知影真理。原文希腊文的意思这个遵守是讲住伫耶稣的话当中。那安尼，咱若安尼来解说时，换即句话来讲，因就要含真理，必须有实际、切身的迄个关系。真理住伫咱的内面，会是安尼才会当含真理本身有迄个实际的关系，安尼才是真正认捌真理。但是，这信耶稣的犹太人反驳耶稣，因讲：阮是自由的，阮毋是啥物人的奴仆。拄仔约会长老讲，咱的台语的迄个圣经讲，毋是啥物人的奴隶，因为因认为因是自由的。毋过，耶稣向这犹太人讲：恁是罪的奴隶，恁是罪的奴仆。伊甲因讲，因需要真理来得到自由，也就是讲，因需要为天父的囝来得到真正的迄个自由。为什么？为什么耶稣甲因讲，因是罪的奴仆？主耶稣伊指出人的问题，毋是外口的无自由，乃是人的心内面受捆绑，迄个无自由，受济济遐个歹、遐个白贼、遐个黑暗、遐个安尼苦毒、遐个怨恨，济济的迄个捆绑内面。所以耶稣首先伫第8章的第6节，伊圣经安尼讲。因要试探耶稣，要得到告耶稣的迄个空芳，因就用假冒要来陷害伊，显出因的内心是何等的黑暗，是何等的深。也就是约翰福音第8章一开始就讲起着犹太人因内心的迄个黑暗的事实，甲迄个黑暗的迄个本质。伫约翰福音第8章，主耶稣以明白来指出犹太人有4项的迄个捆绑。第一项律法的捆绑，伫第8章的开始就讲到这犹太人带一个犯罪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甲耶稣讲：先生。这个妇人是伫咧做犯罪时受了着。摩西律法讲，命令讲，着爱将这个妇人用石头甲伊砍死。安尼，你认为着爱安怎做？8章第6节讲，犹太人安尼做是要设定一个陷阱。互耶稣陷落伫两难之间，要找空芳来陷害耶稣。安尼，耶稣安怎来处理犹太人所安尼设的迄个陷阱呢？首先，耶稣是暗咧，伫地面上用砖头伫遐咧写字，伊无回答。但是因继续一直问，所以耶稣就甲因讲：恁中间什么人无罪，恁就会当用石头来定。8章第8节讲：因听见这个话，就为老的到少年的一个安尼流出去。
这犹太人为老的到少年的，一个一个，拢安尼出去，证明因每一个人，因家己知影，因心内有罪，因无法度守全律法一切的规定，也证实因拢伫迄个律法的迄个捆绑的下面。甚至主耶稣伫8章36节，佮指出犹太人因受律法的捆绑，亲像奴隶相款，袂当住伫主人的厝。8章34节，主耶稣佮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所有犯罪就是罪的奴仆。犹太人便解讲：阮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阮毋捌做过啥物人的奴隶，毋过伫无偌久以前，耶稣对因讲：恁中间啥物人无罪，就会当用石头来钉伊。这敢毋是讲出因受罪的迄个捆绑？这是第2项。主耶稣真明显甲因讲：恁受罪的迄个捆绑，恁家己拄仔才证明恁有罪的迄个捆绑。因的行为，敢毋是就是承认家己是有罪的？敢毋是伫罪的捆绑的当中嘛？罪毋是单单表现伫咱外在的行为，罪也是住伫咱的内面，活伫咱内面一种黑暗的迄个关系，伊有气力来控制人，来捆绑人，亲像使徒保罗伊所讲的，伊讲我立志要做好，但是我往往我做出来，都毋是我想要爱做的，何等会苦！保罗家己安尼怨叹，伊讲我无法度，无法度行出我要爱的迄个好，因为罪还阁伫咱的内面，伫遐咧捆绑咱。然后耶稣指出，因犹太人还阁是啥？受魔鬼的捆绑。伫第8章，耶稣会使讲用25节的这个经文来记载，耶稣甲犹太人讨论因当中因受这个魔鬼的捆绑。8章44节，主耶稣讲：恁是出自恁的爸魔鬼，恁爸的私欲，恁偏偏就是要去做。这是真严厉的一个控诉。果然，咱嘛知，伫无偌久以后，这热心的宗教的法利赛人，就是上快这批人，甲耶稣钉起哩伫十字架顶。因确实伫因的行为当中来证实，因就是执行魔鬼的迄个工作。因敢若青面相款，伫魔鬼的迄个捆绑的当中。第4项，死亡的捆绑，这是主耶稣甲因拆明的因所受的迄个捆绑。8章21节，主耶稣讲：恁要死伫罪的当中。搁伫24节，搁讲：恁的确要死伫罪当中。恁若无信我是基督，必定要死伫罪的当中。这毋限定是指着咱肉体的死亡。希伯来书9章27节讲：咱死以后有审判，这是走向袂去的。咱的肉体有一日会过去，但是呢，咱的灵魂将来还阁得爱受审判。你的灵魂要去倒落？有罪的人灵魂要去倒？这是耶稣向因提出的迄个警告。
咱的肉体死去，毋是咱讲啊死就煞，毋是死就煞，各位毋是死就煞，毋是一了百了，吼、肉体死亡以后，就是有审判，这是袂当得闪的。面对死亡的捆绑，伊支配每一个做人上界最后的迄个命运。啊，若安尼，拢活伫无愿望的当中嘛，敢毋是受即个律法的捆绑、罪的捆绑啊，魔鬼的捆绑，啊，甲死亡的捆绑。但是耶稣指出一条路，伊讲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咱若将真理会互恁得到自由，甲天父的囝要互恁得到自由，甲伊放做伙时，会使讲真理就是等于天父的儿子。所以耶稣伫第8章所讲的真理，毋是注重伫咱客观的道理尔，毋是咱所想的迄个道理而已，乃是即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真正做咱主观的经历，咱主观的人物，带伫咱的内面。什么叫做真理？伫约翰福音的当中，主耶稣强调的真理，毋是一个信仰的教条，毋是一个哲学的思想，搁较毋是信仰的口号，乃是上帝关于上帝的启示，并且伫基督耶稣内面所启示出来的迄个真理。约翰福音14章第60讲，主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1章14节讲：“道成做肉体，住伫咱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1章18节讲：“恩典甲真理，拢是为耶稣基督遐来。”所以，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迄个启示。安尼，咱若认捌基督，就是认捌真理。8章31节，咱个重复过来思考。主耶稣对信伊的人讲：“恁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讲恁若住伫我的话的内面，恁就是我的门徒。所以呢，毋是靠人的努力，乃是因为信靠基督，遵行伊的话，顺服伊的话，才会当真正来认捌真理。毋是一个口号，毋是一个信仰的口条，拢毋是，乃是伊的话住伫咱的内面。然后，咱要来思考主耶稣伊所讲的自由是啥物意思？主耶稣所讲的自由，毋是咱一般的人所认知的政治上的自由，或者是思想上的自由。伊是指着咱拄仔所讲的4项的迄个捆绑，律法的捆绑、罪的捆绑，啊个魔鬼的捆绑，啊甲死亡的捆绑，为即个内面来得到自由，得到逃放，无阁受捆绑。为什么主耶稣讲天父的囝若要互恁得到自由，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成就律法的要求，互人伫伊的内面无阁受律法的捆绑。马太福音5章17节讲：
主耶稣讲：恁毋通想讲我来是要废掉律法甲先知，毋是我来是要成全，毋是要废掉。加略太书5章13节，保罗先生甲人讲：基督为咱受钉伫十字架顶，就是为咱受迄个咒诅，安尼就救赎咱脱离迄个律法的咒诅。基督搁我的性命赢过迄个罪，所以互人伫伊的内面无搁受罪的捆绑。罗马书8章1节到20节讲：如今遐伫基督耶稣内面的，就无搁受定罪，因为安怎生命圣神的迄个律伫基督耶稣内面。甲咱偷办，互咱脱离罪甲死的律。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讲，上帝讲，上帝互迄个无罪替咱成做罪，要互咱伫伊的内面成做上帝的义，就是上帝互耶稣基督替咱承担咱每一个人的罪。互咱会当和上帝搁好有迄个爸囝的关系。第3点，主耶稣嘛伫十字架顶已经拍败迄个魔鬼的关系，互人伫伊内面无搁受魔鬼的迄个捆绑。主耶稣家己伫约翰福音12章31节，伊讲：现在即个世界的王受审判，即个世界的王就要互赶出去。已经伫十字架顶完成的即个功劳。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受审判，世界的王就是魔鬼，魔鬼已经受审判，伊无溃烂，伊无遐尼大的迄个 power。基督伫十字架顶为咱受罪的审判，所以互咱会当无搁受死亡的捆绑。主耶稣第3日搁活，迄个搁活就是拍败魔鬼、拍败死亡的迄个关系。所以保罗先生伊伫哥林多前书15章遐真清楚，伊讲耶稣正做啥物货？出熟的迄个果子。所以既然耶稣若搁活，咱军队耶稣，咱有耶稣伫咱内面的人，一定会搁活，这是肯定的。希伯来书2章14节，耶稣也亲像和咱相款。有肉体伊就是为着是安怎？伊来成做人，就是要借着伊的死，要来败坏迄个将死权的，就是魔鬼，也要偷绑遐一生惊死做奴仆的人。各位，主耶稣已经为咱成就这个捆绑，除去这个捆绑，所以伊会当。想使咱伫伊的内面有真正的迄个自由。亲爱兄弟姊妹，请问你敢有真正的自由？加略太书5章第1节讲，基督偷放了咱，互咱会当得到自由。所以，咱得爱徛好在，毋通搁受奴仆的迄个恶来甲咱控制掉咧。既然主耶稣救赎的恩典，互咱因为咱的信，救咱脱离迄个罪、律法、魔鬼、死亡的捆绑，无搁做奴仆迄种。无自由的迄个生活，迄种
凄惨、痛苦的迄个生活，咱每一位感谢上帝，感谢主耶稣为咱成就的。咱每一位拢是上帝的囝。咱今仔日会当伫遮来敬拜伊，咱伫天父的家真侪兄弟姊妹，咱是住伫自由的家。咱无阁受怨恨，无阁受苦毒，无阁受拄仔咱所讲遐个罪律法魔鬼所带来的这的迄个束缚。我们是在一个自由之家，咱自由自在的家。这种真正的自由是圣神的工作。哥林多后书3章17节讲，主的灵伫底，遐就有自由。主就是迄个灵，主的灵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兄弟姊妹，真正的自由是对自我的中心转向上帝的旨意。自由的口号所强调的是，我会当决定一切，你毋免管我，我要爱做啥就做啥。基督内面的自由是，我会当选择顺服上帝，因为伊的道理、伊的真理搁较好。真正的自由，毋是无目标、无限制的选择，乃是要选择迄个水搁好的迄个道路。真正的自由是活出上帝造我的迄个款式。我受造就是为着要敬拜、要圣洁、要荣光上帝。当我活伫即个吊命的当中，我就有真正的自由。我真正的自由为倒位来？为主耶稣基督遐来，我遵守基督的话，住伫上帝的话内面，我就有真正的自由。我真正的自由为倒位来？为主耶稣基督遐来。因为伊就是真理，伊就是真理。真理毋是口号，真理乃是住伫咱的内面。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要承认。我有真侪表面上假的自由，我的内心有真侪的迄个捆绑。恳求你真理的话住伫我的内心，光照我的黑暗。求真理的灵帮助我脱离一切罪的关系，离开我自我的中心，互我得到伫你内面
真正会透放甲满足。我心无要住伫你真理的话当中，日日要来学习顺服，要来行伫你所赐的自由，甲真的自由的内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